政会议，那迟到30分钟，因为我早上赶了3场告别式，去了3场告别式，所以时间迟到先主持，后面我再打过来接手主持，关系非常一样。把该做的工作做好，完全都没有，都是很正常。你的支持者啊，是有来呛那个罢免志工，那听说跟呛就比较低迷啦，这样子。对，那你会不会觉得，就是大家有支持会去，不要有这样的人，因为他觉得是在想要说，你这样子啊，大家不应该去罢免。其实网络上现在这个意见都是很多的分歧，但是我们个人的立场，我是再三呼吁拜托大家，网络上。能够谨守有所有的规则，不要让社会充满暴力、冲突的气氛。我一直再三的强调，但是我感觉这种呼吁效果微乎其微，可是在还是要不管是支持者或者是反对者，基于理性、健康的批判都能接受，但是该遵守和谐的规则、和平的规则、礼貌的规则。拜托各位网友多多的。参与。像会守人权的吗？守人团队组成的吗？那不守人权会是当政府？我身为现在高雄市市长，一心以来是市政，所以未来所有类似国政的问题，各位能够了解，我用书面答复。那大家问我的任何问题，关于市政问题，我乐意开口跟大家报告。就是这样子，定位会非常清楚，不会杂乱。再重申一遍。所有对外的说明关于市政，我本人会非常乐意来亲自跟大家讲解。如果问到选举跟国政的问题，我会以书面跟大家报告。这个东西更多的在考虑这会跟郭董见面吗？现在今年这个台风是可能会是担心是穿心台，担心是。所以我们刚才在市政会议的时候要求各区处跟各区公所务必要严防，大家要。非常注意，非常谨慎，因为现在高雄市政府所有的事情都被放大镜来检验，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得更好，绝对不能出任何漏洞。所以我要求所有这次台风带来的任何事情，一定要做到零灾害。但是命令下来，每一个局处、每一个区都会严加防范这种台风。没有任何太这个尊重民生的问题。那美国国现在在考虑到2020，中觉得可以真的会开？国政问题哈，非市政问题，我就市长，您听到，谢谢。